用文字顯示化學反應是其中的一種方法。當鎂在空氣或氧氣中燃燒時，會生成氧化鎂。位於反應式的左邊是鎂和氧會發生反應，稱為反應物；而右邊生成的分子是氧化鎂，則稱為生成物。也可以用圖表來顯示化學反應，以個別的原子來表示氧化鎂的生成。兩個鎂原子與一個氧分子反應後，生成兩個式單位的氧化鎂。文字方程雖然是一個好的表示式，但是用元素的化學符號表示化學反應是一種國際通語，它讓我們更了解化學反應的細節，知悉反應涉及多少個原子和分子。以下講解如何平衡化學方程式。根據質量守恒定律，在化學反應中不會失去或創造任何原子，即反應前及反應後各原子總數不變。以下是平衡化學方程式的步驟和實例。反應式中的一個漸認符號表示反應物是單向反應，只會形成生成物。例如，鎂與氧分子反應生成氧化鎂。注意，反應式中的氧是 O 而不是 O， 因為正常情況的氧是由兩個氧原子所組成的分子，因此在反應過程中的氧氣必須寫為 O2。但這化學反應式仍未完成，如要達至平衡，必須使反應物和生成物中各元素的原子數量相等。平衡方程式的第一條規則，不能任意改變反應及生成物中任何一個小數目，因為這樣修改可能改變了反應式中某個化學物質。例如，不能將 O2 改為 O， 因為 O 與 O2 是完全不同的物質。O 它不是氧氣。例子可以看見鍵的左邊擁有一個鎂和兩個氧原子，而在右邊只有一個鎂和氧的原子，所以這化學方程式並未平衡，需要增加右邊的氧原子數量，同時亦要增加左邊的鎂原子數量，確認所有元素的原子數量在反應前後相等。當平衡化學方程式時，另一個規則是原子或分子數目必須要為整數。從化學方程式，左邊只需要一個氧原子達至左右兩邊有相同數目。能否把氧分子改變成半個嗎？這是不可能。它必須要為整數。如要維持兩個氧原子，需要在左和右兩邊共加多兩個鎂原子。當將鎂的原子數量由一個增加到兩個，最後所有元素的原子數量在反應前後皆相等，最終化學方程式達到配平。